经济部长郭志辉昨伫一场活动表示讲，因为咱国内有人烦恼讲绿电无够，所以经济部准备要伫菲律宾来设电厂，佮把这个绿电用船还是电缆线送回来台湾哦。也毋过有学者是质疑讲，安尼敢算是咱国内的再生能源呢？经济部长郭志辉10时参加印太战略智库成立酒会，伊伫致辞时阵，弹出新的想法，讲出国内各界都有人烦恼绿电是无够，准备要伫菲律宾设电厂，甲绿色的电力载回来台湾。早起郭志辉参加台北胖子展，嘛特别国强调讲，会一摆来满足业界的需求。我们即将在邻国设立这个电厂，那么来协助大家。取得绿电的这样的一个目前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所以我想2030年各位所担心的绿电，我们一定可以为各位做这个充分的服务。国内产业对绿电的需求真大，郭志辉强调爱帮助国内产业达到绿电的目标。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梁启源认为讲，若是以世界潮流来看，主要是要来推动净零碳排。但是郭志辉讲的，把绿电载回来台湾，敢会符合伫本国100%再生能源的要求？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去发展绿电，那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等于抵换的观念也算在国内变成说我不排碳那但是不排碳算不算这个 RE100是一个大问题。绿电讲的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台湾再生能源发展是以绿化风电、太阳光电做主要推动的项目。去年2023年，再生能源占国内总发电量比例是9.5%，但是要达到2030年电力配比再生能源占比30%的目标，学者认为讲，还有一定的难度。记者综合报道。